放下来。哎呦，强盛不要放 ，passive 奉盛放下来。哎呦，对啊，passive 奉盛放下来。他没有叫你无声放。 不是刚刚对对，对不起，我老人家哈，你要戴猪鼻子吗？罗哥草衣，哇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几点哦？哎呦，够神那团。星星星星星星猜那一片的饮料店，饮料店。店。阿周都读懂吗？事情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强下来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姑啊。我知啦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今晚要到廿節咧。哎呀，哎呀，廿妹妹嘿，牙咩嘿廿妹一節，對，牙尾節，咩牙尾牙把一節。哎呀，今日特別的日嚟啊！哎呀，重陽節，下禮拜。重陽節，重陽節，所以按今日當然啦，哎呀，也是不落俗套啊，還是一樣啊。聽錯夫婦 Andy 嘅觀眾朋友啊，所以我們大部分可能總比朋友嘛。特別做啲重陽節嘅特別節目，看下嚟，係啊。誒，今晚要老嫩太細腔啊來教啦哦。係啊。先分享後生嘢，後生組誒。安尼客家嘅精英啊，精英啊，哦，這個抽到幾大哈，真係非常厲害嘅。厲害。係啊。我覺得好端莊哦，你今天。對啊。有冇一種端莊呢？跟長輩一起出來要端莊一點。哦，重逼哈。好嘞，還有 MV 重逼。五位長輩，這個我們 top 級的長輩啊，哈，top 級的，要好好的邀請一下。先歡迎第一位歡迎 TV 啊，最 top 的三個卡馬子水蟲哥。有夜出境，喺重陽啊！太高歡喜啊！彩一堂啊！我唱一曲。來宮中啊，瓊巴哦，長江啊，福祿長啊。
今日用撳落安尼也特別幾百啊！你唔敢？有哎呦，唔敢，我生人哦，迄高頭王啊！哎呦，高頭王！高頭王！係啊，呀，應該咩高頭王啊？應該咩係？我而家教喺無中央咯。教嘛，你而家教嘛嘅？你而家教嘛好教嘅？冇啦，唔敢講。冇嘛，你帶條機，人家你日照中心，你帶條機啊？係啊，帶個朋友中下來教。就老生人中央。係啊，佢一天到晚教，係咪？我以前小學嘅嚇，我喺棒球隊。哎呦，野球隊嘅哦。國中有乒乓嘅校隊。哎呦，對啊，籃球、排球。排球。對啊，還有什麼球？還有什麼球？機油球，EOU。伊嘛，你阿落嘅就嘛樂球啊嘛，樂球係嘛？就安尼，索嘅安尼。樂球，現在還有槌球，仲比較嘅啦，有運動就清楚。像生人搞緊話波彈珠，人家鬥強嘅㗎。以前年輕的時候怎麼會有？所以講你講啲挑戰嘛，該哦，都冇問題，運動是冇問題，冇問題啊。那就沒問題啦，當然哦。等下期待你來表演啊！沒哦，那準備就緒啦。搶籌 TV 哈，我們看爸子先搶籌。不要吹牛，我等下看你的表現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先做，好了。歡迎牛言歌曉邱清賢帶來無言經驗。好嘞。跟我兒子請假。哦，跟你的兒子請假，顧店就出來。你兒子今天顧店。嘿，我跟他們請假，說我今天要來這裡錄影。哦，對了。我的工作一大早我就去把它做好了。哎呦，嘿哦，做好了。我6點多一大早就上好前了。準備什麼工作？準備工作。先點火，先包霸完。不是，我要煮我先開門肉跟我的肉絲、我的滷蛋、哇，很多。哎，我的那霸王醬。就是配料全部做好了，對，哎呦，很有時間好好沖過。人家演歌沖得懂哦。嘿咩？真的嗎？厲害。有啊，跳下去沖演歌流行歌呀，是哦。對的，剛好很適合他啦，厲害啦。哎，懂後堂，很喜歡唱日本歌，所以有時候就會把那個味道唱成。哦，特別練習嗰種意思就出來。那個味道會被我唱出來。我覺得目前這個唱演歌歌在台灣啊，唱太好，除了詹雅文，這個沒話講啊，獨一無二了啊，也沒有獨一無二，就是沒話，他已經是算翹楚了。接下來一位，也是很屌，哎呦，慢點，喬佑，對，他也很厲害。哦，喬佑那個。演歌唱得懂吼，對啊，他演歌真的表現得淋漓盡致的，真的哦，他真的唱得很厲害，對，哦，各種曲式都有高手，對，哦，青眼這邊懂力會，OK，好，等下好好玩遊戲啊，好，謝謝，安全夜坤一下，等下拿霸王出來，揚進去，把另外一個霸王丟了翻過來，好，謝謝，哦，謝謝，哦，什麼青眼這？等下他會說我的霸王就在這裡。
今天不方便拿吧，好玩出来。好了，杀下来。哎呦，杀了2位等一下的潮州小可爱香香啦！哎呦，他来了！哎，放算啦，阿姨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创下加歌呢。唔好演命歪，唔好贪云台，命运自家来安排。人生是海路，有高也有低，你是路乱爱原来，有幸福他疯狂的有带，有些唔惊天寒地潮晒，味道将来，味道良善。你这样会吓到我们了。对呀。Hello， 我是为潮州来，运动潮州来，香香姐。哎，香香姐你好。潮州10万的邻居啦。哎，要进歌了，要进歌。不要疯狂的有态，有心不讲天寒地潮晒，味道将来，味道良善，千辛万苦也爱开，一番努力，一番疏散，红颜不负苦心力。好，来 ，give me 个坏，好，哎 ，give me 坏，啊 ，give me ten，give me ten， 好，我唔免啊，不要紧，好，10，慢慢来啊，免，香香阿姨，香姐，啊，你个嘴会加来哦，系啊，对啊，帅哦，帅哦，比较帅，我们有化妆，你今天也比较漂亮啊 ，S5一下，S5才是啦，该水啦，冠军呐，再来有人会安哦。你讲你是 S 啦，S 就是扑克牌里面上大的啦。我上大的，我就是你知影我做 S 的咧，哎呦，真的哦，啥 S 的哦，S 一个 S 的呢？阿姨你今天5岁呢，阿姨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懂支持你还给他发动。哇，他竟然把这首歌唱完呢。对啊，还记起来呢，而且他唱得很标准呢。他旁边的和声也很大声呢，是吧 ？S， 怕他唱，他中间还串场哎。对啊，有吗？你搞到对啊，中间的空箱里，有还没讲完，对不对？你要讲什么？我要讲那个啦，讲这条迄个歌啦，这条黄天不负苦心人，好听无啦？好听。啊，姜纯有有好不？哇 ！Thank you。你真厉害！那你屏东的时节，今日去参加会选哦。啊，真的啊！哇，你去参加会选？他参加海选。我们请因大家来还潮州还姐姐咧，啊不啊。哦，安尼哦。系啦，你都丢足远的呢。足远，系啊。系啊。迄个隔壁尔。那有隔壁啊？恁讲隔壁都要半点钟隔壁唔是万峦。啊，你无摕万峦主角回家。系啊，无嘛摕一个丢冰啊。啊，丢冰去到遐就游呀。游徛不要紧啊。游呀。啊，伊唔是去钓酒，啊，你是带队。阮带钓酒啦，按去德产啦，啊，德产就阮隔壁尔。德产呐，啊，想叫伊遐要互我迄个。请一个。请一个，按伊无爱啦。哎呦，你到就远的啊。哎呀，系啦，啊是讲，因为我后来说我们整车的人，他说无掉哦盖啦。对啊，我就恁的路头遥远掉啦。好啦，听得几段。你本来想讲你一个呢。开车的人。几车？哦。你是钓酒遐好谈啊？你是做啥？
无啦，迄3不5时啊，你爱当食点呐。啊，有啦，袂当点点的啦，就一盖尔啦，就一盖啦。潮州的物件佫较俗啦。哎呀哎呀，介贵。介贵吗？今嘛有较贵哦。比屏东较贵。哦。你不用讲悄悄话，阿姨，你拿麦克风呢。阿姨今天阿姨，你今仔日要来还准备特别才艺哦。啊，我嘞。哦，你有特别才艺，你有什么特别才艺？现在演一演。来，特别才艺。放跟斗，来帮你拿这个。OK 哦，OK 哦。哇！耶，那去牙贝啊，去逛大街哦。这公园早餐，这是大妈广场舞吧？可以了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星星哦。啊，星星啊。啊，你头前，我有看出来。你有没有看？哦哟嘿，哦哟泰山了。去找星星来看呐。哦，这有剧情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泰山去找星星，是那个迪士尼的。阿姨丢遐吃冰哦。哎啦，丢泰山啦，我那丢就脚跟丢了。刚从迪士尼回来，想你买，你很会哈啦。就讲咧，你泰山嘛是老苗啦。哦。啊，老苗有当阵嘛，然后丢就食小脸冰啦。好啦，我来，丢就食小脸冰啦。你刚过去人哦，差不多20人会使啦。你会晓跳迄个大展宏图。大展宏图。哦，系啊。你爱跳无？你跳一个，你甲罗哥做伙跳。好来。大展宏图，你唱过去。有种理念形容语。我是大展，研磨下笔，大展宏图。这一站不要，等一下又被攻击了。来，你乖啊。不会。过来补习。香香阿姨的理解很对啊。宏图。过来夜店。大这样大枕头。对。香姐啦，回去啦，香香阿姨啦。好了，养好了粉养哈一 V 啊。哈一 V 啊，轻易粉的啦。哎，你自称闹热林志玲，林志玲不是我吗？哦，怎样？干嘛不接话？是张秀清啊，张秀清，号称这个台语界林志玲。我是闹热林志玲啊，但他敢抢我的名号，想必也不是简单人物啊。我们的小兰阿姨，好嘞，粉养哎。秋生。重阳节，祝福所有的中部台民重阳节快乐！快乐！看古流开那天啊，得意了金啊。输人不输阵，站，这边最亮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你的妆这边画起来最漂亮，要站好站好，这边原地打圈就好了。我发现他们都会尬唱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不好明显，好像会 battle 这种超明显，两个 rapper 会这样子，不能输人的，真的哈。你是不是看到香香阿姨刚刚这样表现不高兴？对呀，表现很好，你想要表现都比其他好。他有特殊表演呢，你要走秀一下，来。
你的特殊表演嘛，好像拿这个呀。哦，还要拿着。哦，是。手才有，用这样秀，他才可以比莲花。对，我看你有没有变化。你每一年走的都差不多，看你今年的走秀，看有没有什么。看有吗？冇强用。来。来。嘿。喂。来了。是哦。要走就走也没关系。看有没有空用？还没结束。他的内涵有变，有内涵，内心比较，我觉得他收敛了。对，而且他有擦香水，我刚有闻到。哇，很低好尖哦，好绿哦。哎呦。你有研究哦。连他的动作，他某周按拍了呢。有啊。有。哎呦，来，你是研究哪方面？为什么？你是有觉得你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同？冇，你系唱有菩萨教爱。哎呦，这套技艺是菩萨教的。上面的声音。水母那些有哈，菩萨会教爱，紫花。哦。还有十莲花，佢咪叫教爱啊。哦。周莲花，周莲花，佢咪讲他暗说十莲花咯，我是3万年啊，你要修那些，这样子，他也是教爱。哦，有的会手势给的哦。哦，是他教我的。你都会记得咯？哎呦，给放起来是对啦。哦，你咪就走起来，记得。那等下麻烦你帮我们多比一下哈，让我们的节目属实的越来越好。好，麻烦咯，好不好？牛年大对推，日来日风，一路长虹，是梦想的姐，安子谁？安子谁啊？先站一边，当好丑啊！小兰姐也可以拿，也可以拿。安子谁？吉米还有一只呢，哎呀，黑毛哦，他以前走跟现在走不一样的，真的呢。吉米走就是比较端庄一点。对，有要去做sản婦的關係。没有。吉米有場時黑嘛，半夜班，然後嫦娥扮相，女帝扮相。没有，我就来这个也有去研究。哦，真的哦。就是真正人家走秀怎么走。哦。他今天有到位哦。Vlog 你的節目貼片認真練習，認真練習了。對，沒有，他的神明。教他哦，對，你咪要記起來，懂你話。好來，殺落就係你客家嘅骨步，三個天王車，奇怪先生。好，文雅。出那叫啊，黑虫呀样啊，老人呀身那伤啊，哎流了凉啊。龍王嗰種係啊，其實也咩龍王啦，而家以前咧好多古裝的，古裝哦，係。啊，台灣見小見啊，很車過去，真係很車過去嘅簡單啦。你家有看到前面那個，
又跳嘅乜嘅舞，嘿，啊又走秀，又走秀，欣赏有嘛？走秀一下，又要走秀，这咱有走秀的观众嘛？男 model 呢？男 model 走秀，有听过看过模特走秀过了哈。谁来走哈？谁来还不中庸哦？好嘞。这有点硬我啊！哎呦，等于快条哦！哎呦，哎呦，真有快条呢！哎呦，拼上！哎，咱们夹个有水准，欣赏还有个好像他旁边有一条布一样，把它踢开的。对啊。以前哈有做过一些事情，我拍给我拍给布给伞嘛，压模啊，对。有亚通走啊，有亚通走啊。有。现在也有人也年轻的也会，像那个 GD 有没有？他有时候那西装那样，这样靠，我觉得那 GD 啊，他肚子圆圆的，好可爱。真的真的呀，就随便这样一摆了吗？你会觉得大家就尖叫了。但罗哥这样不行，我叫变态老头，点到为止，破坏他的形象，点到为止就好。对，我们开始说话示范就好了。好了，哦，什么体会欣赏？最高啊！来，先可以哈。好了，哎呦，准备5V 前 V 啊，5V 后上嘅年强嘅朋友，所以居然用露手皮啊，露手皮分5吹啦哈，分咗5吹哦，贏嘅要獎金1萬元哦，加油哦！好嚟教，認真嚟教，好唔好？係啊。人哋哈開始以前呢，會先做一隻分組嘅小遊戲，親養嘅總比做的先來獻氣氛，中醫嘅後上癮看馬啥比較有贏面。哦，真的，讓他們老的來選年輕的，先做一個分組小遊戲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啦，好，那我們就看今天來怎麼選擇我們的隊友啦。我們看神隊友還是豬隊友？不是放下來。哎呦，強勢不要放 ，pass 諷刺放下來。哎呦，對啊 ，pass 諷刺放下來。他沒有叫你無聲放。不是剛才。對。對不起。我老人家哈。你要戴豬鼻子嗎？羅哥草衣。好了，分組小遊戲啦哈。不能理各位總比朋友來獻身，對，隊友。重陽節嘛，沒錯，我們要敬老尊賢一下，對吧？要讓他們選。我們的商品都已經排列了貼片了哈。對，我本來在想說，哎，你為什麼不讓年輕人選老的？為什麼一定要老的選呢？重陽節我們就當然讓他們選啊，對不對？係嘛？我記得獻一下。長輩呢，對嘛？哎，兩隻單元會搞排的卡起來，開始個樹檔上有2隻排的哈。啊個腳後面順後面有2個垃圾桶。哦，那個好像打鼓一樣的裝小那個裝。打那個，對啊，打雙套，對啊，這麼金屬，那會不會跌？哎，來，仲老師來一下雙套，他只有一個那個套而已。哎，你看頭前有2隻色啦，哈，總共有4隻色，紅色係哪隻？紅色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嘿，啊，橙色係哪隻？嘿，錯，啊，無色嘞，哎呦，沒有色盲哦，好，啊，白色嘞。哦，哎，香阿姨，你的白色是哪一個？啊，你的黑色也踩着。黑色要放掉啊。哎，不是，不用配啦，提過欣賞。不要啊，要放掉啊。我現在問你沒有放掉，你就會變灰色啊。對啊，對不對？白加黑變成灰色就不是了。我如果說一個顏色，就舉一個顏色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講一個色，哎就。你就打結線，壓一個線。我若是講2個，啊你就用2個顏色，好不好？安尼知不？安尼知不？哦 ，pass 就不用考慮了。好了，準備就緒了，可以嗎？哦，黑公，我們來先玩第1次試試看哦。要是大家第1次哈，我們先給大家1次機會，但是第1次有一個小小的懲罰哦，就是要戴豬鼻子。黑公聽你嘛又唔錯，第2次又不對的話，我們就要先下來了，好不好？淘汰了。啊，留到最後的就可以第1個選隊友，啊，我們依序這樣倒回來選隊友。啊，用糖的是麼？點愛迪啦。啊，你知不？香香阿姨，你聽有哈？好，那我們開始嘍。開始哦，好，來，豐盛舉起來。哦，好。強盛舉起來。
哎，白色举起来。哎呦，青色不要，强色不要放，强色不要放，哎，不要放，强色蓝就是蓝色，蓝色的不要放。他爸爸的蓝色叫强色，哎，好，强色，好，强色，好。没有，我刚刚讲的会依序，好不好哈？哦，所以你没有讲，他就要举着就对。对。对，没有讲就要动，就是这样子摆着。我可能会叫他一直这样子放着，或者是从头到尾就是。这样好像投降一样。对啊，好，好来，再给一次机会了，好吧？那你除了张高楼100了哈。再来一次，再示范一次，好来，好来哦，好呀，这次就要带猪鼻子了哦，来，预备起，无色举起来，对吧？冲哦，凤色不要举，哎呦。pass 举起来。等一下，来，抓到了，我抓到了。你刚刚无色举起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有半举了，为什么？这样是要举还是不举？就是你可以踩一个就好了，要踩的时候再踩上去啊，对不对？那是灰色。这样是不是要带猪鼻子？这样有没有丑衣？有丑衣。丑衣啦。丑衣，我觉得丑衣。你接丑衣了。我觉得丑衣。来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带着哈去卖霸王，生意会更好。对啊。从产地到餐桌都在一起。沉浸式。哎呦，亲眼这就丑衣喽！啊，可爱。你再一次错误，你就要先被淘汰了哈。好来。哎呦，沙一强色举起来。哦，白色不要放。哎呦，红色白色不要放。亲眼这。你他刚刚没有踩啊？他没有校正回归。他没有校正回归。对。那这样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？好像是我们的错。是我们的错。是我们错。好，那你先踩起来。亲眼这，你先用到他点。两个都踩起来。不给大亏。好，是我们错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继续了哈。OK， 好来，对不起。好来。沙轮哦，放红色举起来，粉色，无色放下来。哎呦，强色不要放 ，pass 粉色放下来。哎呦，等下 ，pass 粉色放下来。他没有叫你无色放。不是刚才。对。对不起。我老人家哈。你要带猪鼻子吗？罗哥丑衣。要带猪鼻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丑衣。好了，接着。沙雷，我念到哪了？我都搞不清楚。强色举着。强色举着。无色举起来。哎呦。pass 举起来。哎呦。强色放下来。哎呦。无色 pass 放下来。哎呦，有人好像在看旁边哦。粉色、强色举起来。无色举起来。粉色放下来。哎呦，我觉得可以越来越快一点。对哦，好，可以，我要变快了哦，哈。pass 举起来。红色不要举，强色举起来，无色放下来，白色不要放，红色举起来，强色白色放下来。抓到，强色白色，你听无哈？相搞混了。相搞混了啊！搞混了。所以那边要丑衣尔啦。丑衣。这算一个复健的过程，练习。丑衣而已啦，带了哈。歪。哦，他们很厉害呢。对啊，这好像用到左右脑。我感觉好像再快一点哦。会惊哈？
哎，姜哦，我们要再加速哦。就别惊。小姜老师，速度帮我加一下。来，哎，好来哦。强色不要举，无色举起来，红色不要放。等一下，有了。无色举起来。无色，有没有？无色，好哟，不好意思，丑一，好来。蓝，你喜欢哦，很适合你啊，懂事哈。哦，懂事哈呢哦，好来。哦，你戴着更漂亮，哦，真的。怎样都漂亮，啊，你记得踩着你的黑色。黑色，好，踩起来。你的红色要举起来。红色举起来，哎，黑色。啊，我们要继续了。黑色踩起来，哎，不是他的哦，嘿，好，来。还用技巧还有，哎，红色不要放，哎，啊，黑色放下来，红色放下来，全部举起来。拍谁？黑色全部放下来，你这个黑色干嘛要翘起来？所以安尼拍谁啦？你先输了哈。啊，你先休困啊！你先休困哈。亲眼记，安子生，你先休困了哈。麦克风拿着哈。啊，我们现在是全部举起来哦哈。啊，全部举起来啊！好来好哦，好像抓到小偷一样。哎呀，我要看到来哦。好来，现在是全部举起来哦。啊，粉色放下来，没事。没事，嘿。全部放下来，白色举起来。果，有没有？果，有的会唱歌，会写歌词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反应不一定快。对吧？有的是国宝级的人物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哈，就放过他嘛，对不对？放水嘛。丑一，来，猪鼻子，来。能在我们齐国老师身上带个猪鼻子，大概也是有的。不好意思，造次了哈，造次，好了，猪鼻了啊，好 ，OK， 好来。现在是白色举起来哦哈，哎，强色的，现在只有白色举起来哦，哎，继续下一了哈。强色不要举，粉色举起来，无色举起来，粉色不要放，白色不要放。强色、无色放下来，红色举，强色、无色放下来，强色、无色放下来。我们一下下来2位，那你不好意思啊，你就没有，你输了。强色、无色放下来，是，啊，来，原来水从泰国逃唔走，哎呦，刚好对哎，对。啊，我们香香姐姐也是要下来。香香姐姐，你先淘汰了啊！先淘汰了。那你要带猪鼻子。强色、无色放下来。来，猪鼻子来带一下来。谢老师，你的白色啊，白色。强色、无色放下来。那是你的错了。没有啊，我刚刚说强色、无色放下来。对的。听错。那是我的。哦，非常那个丑一样哦，更像。哎，然后就纯粉色的啦哈。好了，剩2位了。白色的，嘿，强色、白色都放下来，都放下来，都不要踩，嘿，然后你就纯粉色。强色、无色放下来嘛。对，白色还踩着哦。现在白色还踩着。错，对，白色我都搞混了。哦，对，好来哦。好，下来继续，粉色卡起来，白色不用下来，强色莫卡。粉色卡起来，粉色卡来，无色卡起来，红色不要举。果，快！谢国旗老师啊，掐过去身上。对，搞唔着嘞。啊，你是输的了。哎呀，先淘汰。哎呦，你水从泰国就会避免哦。水从泰国做的咸水线啊，你现在买水果了，快点买马啥？5V
小朋友。那献嘛啥？还有啥？献嘛啥？献爱，爱献给。你做献谁？他开一下开心果好了啦。好嘛啥嘛？开心果是文竹好了啦。文竹啊，厉害厉害！你提过欣赏，提过欣赏献嘛啥？老师选我，仙呐，仙呐，提过是仙哈。哎，仙呐，小兰跟香香平分了，用白。他猜拳呐，猜拳，哎，用白。来啊，给我来！先猜拳，先猜拳。来，一局哦。哦啊，香香先选，香香先选，香香阿姨。下来哦，买嘛别赛啦，哦来，小兰姐，我们先嘛啥？陈碧，那你就可以嘞。亲眼机会，哎，你给彭一军哦，彭一军分了哈，好，那就选好了，哎，长辈都选好队友了，好不好？队友了哦。好，那就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游戏啦。好了，真是金行来。动烟大，开始，呜呼，还游过来。没嘞，哎，2千钱，没关系。你是因为你刚才本性上的通奏，对啊，哦，他是受到影响，那再一次好不好？这一次也不会比较好。好嘞，第一个单元我来搞嘞，来重营挑战赛。哎，你的组没分好嘞啦哈。先有个，你后上演的来重营，总比做动作啦。后上演演较重啦。老人就无气。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们长辈要做什么吧？是不是很残忍？很给那个运通呢。运通也好啊。对啊，我们要算那个计步器，然后那个累积起来分数。迄无讲，什么放满劲，咩讲伊个心脏有问题。这个运通啊，跳啊，咩较好啊。嘿哦。講到來重唔要辦法來嘛？我同人計時一下好嗎？有上10周的啦。哎呀。現在嗎？現在啊。哦好。好來。鐵肺歌喉。來啊。說來就來，你不信？啊，既然來了就來了啊。對啊，你要不要吸一口氣？很烦哎，才18秒而已啊，平常可以更久的啦，不到19。那他们刚刚先挑一下啦，这样有办法啦。哎，你不到19，你真的。你来。你是铁肺歌后哎。我铁肺怎么样？我没有吸到肺里啊。好了，那我自己来，好了。好。他19秒加进去。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开始还是结束？节省时间。你是开始还是结束？老人没气了，老人没气。来，还有第一个蛮高了哈。真的啦哈，还有就开始了哈。第一组黑来文组还有总水虫。好来，你要怎么开始来？还没有，还没哈。好。后上你。哎呦。欢迎哦！没嘞。哎呦，你比我还厉害，27秒。27.1。看一下分数了哈。跳拿当风91。来，你的数61。你还65。65哈。来，叫当风嘿104。哎呦，叫太厉害哦。你还104。哎呦，你用在叫空样啊？你用在叫104呢？哎呦，懂厉害呢？对称的啊。一定对称的，难讲啊，有时候会抖得不一样哦。欢迎听一组了啊。426。哦，厉害。厉害哦。好来，好。会不会组有压力了？听一组了，有奖哦。第二组来。哎，那个青眼睛，还有谁？彭一群，来，快点，来，哦，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准备好嘛？好，还有就预备，好来。后上你，
哦哟。哎，不管骂啥跳都汹涌呢。亲眼这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个，你跳那个摩带要上不上这样子？给摩带。哎呦，16秒哎 ，OK 16哎 ，OK 啊，哇塞，英雄气短哎，超短哎，我超短，好短哦。对啊，你才会如短。哎，说不定姐姐动作很快啊，来看一下哦，47，来两边嘿65，哎呦，你腰力蛮好的，我两边78嘞，78，我两边嘿67，杀了嘿67，哎，真的两脚都一样哎，哎呦，两脚都汹涌哎，真的哦，哎，你少了赖文竹8秒哎，对啊，你哎，赖文竹有妈生一点的老公有差哦，真的呢。啊，今个分数改了一道，累计起来324分。哎呦，目前嘿，你跟第一组清狗分啊，输了，哎呀，哎，叫他补充一下哦，他最重的几只汉族得到一只红包呢，他轻重的哦。对啊，哎，该不会我们今天很意外的本就拿到吧？拉长一点啊，我红包都准备好了啊。哎呀 ，OK， 看到红包嘛，一记多少？记下账，踢懂宠的，系嘛？对。好。哎，杀了第3组。第3组来。那个控油偶像还有香香阿姨，阿姨来，我为你服务一下。哎呀，不是，要是归零呐。来，我帮你归零高一下哈。哎呦，182是身高吗？你袂使叮当哦，你袂使偷食无。对哦。来哟。好啊，我看。手的嘞，手的有啊，弄归零。哦，你袂使叮当哦，卖叮当。没，可以，你慢慢转正，好。慢慢转，不要动到，我看。有没有？可以吗？那么仔细，当然哦。我看仔细一点哦。对啊，这跟钱有关系呢。你偷食无万一迄哦，对不？赢个不光彩。对啊。有吧？有个闹有没有做了，刚才提名。提名哦，你还轻强就错嘞。轻强，今天改。你大白都讲你轻强啊。他每次都说轻强，他没有弱的。强松之后嘞，你是要立领还是要翻领呢？还没来还不知道啊。对啊。你那冲马该，我很好。爱情昂。昂的嘛，昂架是哈。昂强的精神。昂强精神。昂强啊哈，昂开始哈。昂开始哈。哦 ，OK， 好。香香阿姨听到昂就可以开始动了哈。昂啊！我没有。我们说开始你就动了啦哈。好来，预备，爱情开始。阿姨很快哎。总比没亲有法力呢。哇！哦！不要动！麦叮当阿姨，莫停头，不要困起来，我来看一下哈。来190，好，你还111耶 ，lucky。叫个131，这边是135。哎呦！哇塞，阿姨去错。阿姨，你有可能现在目前最高哦。没有，有可能哦。等下，他的分数多少？567。哎，目前的第1名呢？阿吉记到没有？哇，他也很强哎。嘿，29秒66。29秒哎。轻啊！这你都昂哦，昂哎，有没有？嘿啊。哎呦，宠优昂，厉害哦！目前的亲狗分哦。气场而已吗？气场而已，真的哈。哎，好。他刚是说昂，爱情啊。好 ，OK， 好。哎呦，恭喜！厉害哦，下一组就有阿丽了，第4组小兰，还有陈碧国榜应该没问题吧？冇一天啊，会冲过去。来，小兰姐姐。定点哈啊！好来，用后你就莫停通了哦哈，莫停通了，不用后来。我的长音都是用调出来的。莫停通，还有那一片，不会，一定很公平。好，你不要动了，你动了，我又要按一次。你看，你才动一下就4下了，这很敏感。不要动。
好 ，OK。啊，不要动啊！那这样吧，好，满人间好了，好，确定，好，确定满人间。那低音满人间。哦，大音的哈。好，等一下，面对不？好，准备好了啊！好，预备，满音间。开始。你这样算要扣一下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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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要扣一下117，117，好来，来171，哦，176，你叫我停通哦，来看哦，看慢点，看慢点，叫记哦，俩系136，俩系167，你用来查很多，哦，啊，记多没有？等一下，好，767，哇！更高哎，还那高呢？因为前面有他们在做示范嘛，然后后来他们就是越来越抓到诀窍，有学习的。哇，他36.62，36耶，.62，强啊！哎，这已经高峰哎。今天目前冠军组了。哎，目前好强哦！青米黑马啥？对。青米。好，还有一组，好，我们欢迎下面一组。哎，听组刘贤贤，还有 K 哥欣赏。来，来 K 哥欣赏，有抢，得，好来，唔好停筒哦吼，我同轻转来，唔好停筒，你不用后人怕，你不用放松，好，来帮我轻一下，好 ，OK， 过一点了，唔好停筒嘞，坐等，你俩有停筒的输有，好，唔好停筒，好，按照冲马街，那有马街，动烟刀，你的刀给他撕下。对啊，欣赏还讲可是，你就坐在可是停通了哦。哎，你也是外貌协会的，对不对？动烟刀，夸一下老师，夸一下老师。哦，提供欣赏动烟刀。哦 ，OK， 好来，预备。动烟刀。可是，呜呼，还有过来。冇嘞，哎。2千，哎，我觉得你笑什么场？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气场的比赛，这是比谁不笑场的比赛。你这样子，没关系啊，长的已经出来了，比个短吧。那个动作在我的眼睛旁边一直。来，54，还有动红黑54，西是西，还有脚黑，西是西。西是3，哎，龙轩轩，你看你有10秒吗？你越短，你要跳的那个分数就越少。嘿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你是因为你刚才跳本欣赏的通奏。对啊。哦，他是受到影响。那再一次好不好？这一次也不会比较好。确定？这一次不会比较好，要不然一次机会。我背过去吧，哎，看这边也不对。不是，你刚刚已经没气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刚是笑了。他刚是笑了。那你闭眼睛啊！你闭。我过100嘛，要不要再一次？要不要？再一次，我来，请上来同归零一下哈。过100几分啊？对。行啊。跳断嘞。你知道吗？他刚刚才12秒哎。12秒哦。对啊，慢。哎，那对啊。请请上你那用听筒有些慢呢。有没有信心？中国100哦，中国100哦。好，你眼睛闭着，好不好？预备起。动烟刀。好，可是。不要笑。没有人笑啊。谁笑？笑吗？有没有笑？你这尿不准怪马桶歪哎。赖文祖，你不要笑。以後選手一下之後都有腿能就有個鬆，我覺得你換歌詞。兩應該唔是寬的啦，這個我就不蹲下來了。老師，我們也沒有加班費，我也覺得有點累。哦。2分數聽錯喊他斷。好吧。哎，那就算了啦。好啦哦，什麼欣賞啊，這個欣賞，謝謝，給坤一下。故意輸的啊。
哎，还有那种扰敌政策，哎。 黑某干扰敌人哦，对呀，对不对？长得好笑也是一种扰敌政策。这些坏人真的是。好了，也目前。哎呦，请高分就会小兰还有 V 来组啦，好啦，唔要聊到红包先分给颁奖。好来，红包先分给。来，哎，先分给。好嘞，耶，恭喜小兰。分今年台风台子，好不好？哎，三落去公司搞分哦。好，搞分，好，搞分。阮后上引挑。 老人家来闯，哎，阮嘅老人家来冲赢，还有上瘾做某强勇的挑战。好，来，看一下哈，还有游戏。哦，公司搞完咧，阮你嘅装逼了来冲赢。啊，还有上瘾了做大夫诶，做大夫诶哈。那个大夫迄面金钱有高高啊，有分高嘛？唔低有分高嘛？有研究高嘛？他也有一些无所说。高嘛？你工作人员来做过。去甲不搞淘汰大夫来。哦，两个单元比吼，你嘅前比了来冲赢啊吼，看做得做几多条大夫，好嘛？好嘛？做得好。好了，做得好。那就开始了哈。 OK 了，哎，等下中心上你冲吗？从大梯叶。 大梯也给他赢哈，OK， 好，预备，大梯赢，开始。我操，哎，现在一条都还没穿上去，对那五组来说有点小条。哦，哇，不是你，哎，你刚应该把鞋子脱掉。哎，人家还太难受，人家还会卡到。哎。 妹夫唔知，会不会就底咧？等他脱鞋。对呀，阿姨。你赶快穿呐！对呀。你在家里穿内裤会穿鞋子，你在家里不穿内裤。哎，有团队了。冇团队就冇了。来文主，脱下来算几多条？一两。个哎，足够我变我带下好。冇啦。 亮亮，听了，黑毛，走马走大嘛，你应该不会怀孕再生吧？不止吧？差不多吧。三两哦，4条啦，4条，还有冇？还有。哦，还有哦，5条哦。你这个冇脱下来。还有哦。那个地瓜都会做唔得咯。我们合家观赏做唔得咯。还有嘿，5条。 5条，5条吗？5条。你第5条没有穿上去啊？有啊。哦。有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场有人证。有啊，好了。有了哈。安永体育组，你的水虫泰国有稳住，就得到5分。对啊。对啊，水虫泰国来闯。去闯。加偶像。 恐龙偶像，你刚刚来一29没有？29，几条？29、29，哎，刚刚30几了。 36， 36还比36。哎，哦，你不得了嘞！34耶！34.38。哎，唔讲几条哈团队有球队哈。那没有15分可以再拉。你应该至少还在在哎呦，冲3个冇强用呢。以前有老尹那潜水比赛，哎呦，可以到2分半。 2分半，人家会不会就以为不上来了？2分半以后就没有上来过了。冠军比赛，潜水冠军。因为他气很多啊，都在这里。哎呀，刚刚把它吐掉。哎，这是音箱啊。对呀。好，阿勇就5两啊，哦，恭喜，谢，好了，我们换下一组。观听一组。好了，青眼子还有一军。好来，来，麻烦。青眼子应该冇问题吧？佢唔會衝 N 架。 一难讲哦，好来哦。好哟，你都冲嘛该。Are you O 的 O。哈，Are you O 的 O， 你要 Are you O， 哎呦，系嘛，好 O 啦。学唱日本歌，学。O 是虾米 O？ 好 ，Are you O， 你看，人们又脱下来，东跳。哎，对啊。好了，你看这越来越有 Are you 经验。O 就开始了哈，嘿。好来，预备。Are you A。 开始。哟，哎，彭一平能够作苦呢。叫妈妈有好训练技哦。冇咧，好突然。啊，冇咧，来，脱下来。
新流行。来，对啊，我还在注意他在穿裤子。一两，没气了。你这样好像那个疯狂假庙，男生穿有点尴尬。你不要，可以不用你自己要打马赛克哦。3，他要帮你配鸟叫声。4，好，不要拉那么高啦。模糊处理。知道你了不起，不要这样。1、2、3、4，两，嘿。哎，還有冇？底部做唔得咯。兩，這個唔是偷車啊。兩，差唔多一種時間。誒，唔過佢算較厲害咧啊，佢通俗較夾啊。佢較夾，因為佢還有出題啦。佢沒有較團。對，加運作迄個是冇還冇動過。還脫體咧發應該係較多。啊，經驗值應該19秒啦。哦，19秒左右啊。因為加外地嚇，因為應該你。啊，冇啊，佢夾下鉗題。講到佢動物作夫嘅羅哥就有點好奇。係啊係啊。係咩動物作？因為做東家。我在想我會不會脫褲子啊？他感覺好像常常要迅速逃跑。對對對。然後提着褲子要逃跑。哦，五兩，聽一組哈，今日只係一句，來，麥克風送。好，來，好，來沙雷，第3組，想想而已，還有恐龍好笑。好來，歡迎兩位哈。來，想想而已。啊！恁大家攏摕一個麥克風互我，你要唱啥？我講什麼人講就好啦。哦，什麼人講？哦，你真哦，你真足愛我呢，連這條歌你還搞拍歌呢？哦，讚啊！可以讚。好了。講啊哈，講那個音哦哈。好來，預備起。什麼人講？我就真係啦，我係笑啦。你看人情歌，你會爽啊？你老不死你你等嚟。你看少年人咧情歌，你我看啦。哎呀！我從頭去看伊啦，你就唱你歌啊！你等你目睭唔好看喺邊啦。係啊，你定來。再一次機會啦，再一次機會。初一哦，你還有初一哦，你真正初一啦。安尼初一，哎，褲子有冇脫掉？有啊，脫掉了。哦，你不要看他啦。一直偷看。你別該看啦。你眼睛閉起來。偷看你啊。哦。嘿，我去看看。你都要什麼按？你要喘一口氣，安尼。吸一口氣啦。好不好？好。1、2、3。什麼按夾？我跟你應用我啦。我跟你來。所以這樣，什麼按？加油！講那邊好不好？好，擱一擺哦。哎，最後一次哦，你初二嘞。好來，預備。什麼按？夾。请刚呢？你平常是没有在穿，你是当太低是不是？裤子拉不上去，又做到掉。哎，真的。他可能那个太长了，对。哦，没有扣拉不上去。啊，你几件？四件，西凉啊。对啊，你还我看后。裂气还是很长的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我等啊。哦，19秒22呢。对啊。阿姨，那就4条啦，4条啊。OK， 好。OK。好了。好了，沙罗问下一组。下一组，来。小兰姐姐和尤成斌。哦，送一 round 嘅冠军呐，哦。对。哎呦，还有提气。好了，小兰姐的气看有多长了。提气哦，来，你先吃宽啦。哎呦，坐等下哈。喂。哦，有，有伤。按那冲么该，小兰姐姐。喂，提一秒。命24黑嘛，好。提一秒啊。命24。好来，维路也就绪了啊。OK， 好了，預備起。提一秒。陈慧茹好适合粉红色的内裤哦。这一系列都是为你准备 Barbie。维如人家穿过的他都不要。他们刚刚都把这些做过不用手工了。哎呦，你看
来，好来，先看围炉的请脱裤，来一量。这个好粗啊！那有就是倒一个雄风，就差2片，3条，蛮多的。反过来，你找反过来脱，他害羞。可这样我会看到哎，这我想看吗？这手跳都会看到哎。你走那么远干嘛？我也不是未经世事少女，don't worry。谁要看过？哎，你蛮大一包的。对啊，你很大一包哎。5、6、7两哎，7两哎，哇！7两。我要帮你收内裤，搞什么？啊。还中去了。啊，小兰姐拉了32。30秒哎，俩组嘿，来重赢冠军。对了，好厉害呢，好厉害。水桶多37秒，37秒，按足心度，系啊，好不好？按用都一组分一只红包，嘿嘛，一组分一只红包哦。哦 ，OK， 好，恭喜！好了，最后一组啦。好，沙雷，还有提过新商先。好来，哎，对，还没比完呢，我都以为比完了嘞。哦，还有2个，还要给红包哎。哦，还有2个，哎，还有一组啦。哇，提过新商就难讲了哦。哦，提过新商婴儿同宠哦。嘿，伊难讲，年纪太有刘先先，基本做群呢。我觉得我们这集收视率会太好。我可以先穿一条吗？我先把它。你做的底部度哦。不是啦，我先穿一条，等下扣一条。哦，等下扣一条，好 ，OK。你能选奏一条电欧不会黑吗？哦，你要怎么穿？哦，你要穿在她的裙子外面。哦，那你里面没穿吗？哦，里面是安全裤也没关系啊。哦，有啦，安全裤只有出来。等他 Q 他一条，唔怕，有说的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想说你要变成收视高点啊，周大夫啊。好，新商能冲吗？你就170，我就哦，你就110，有就来啊。好来啊，好 ，OK 了啊。170就开始了哈。好来，预备起。快！你那种声音当然清雄的大门呢。哎，冇嘞，你跳酸啊唔酸，你跳英文唔酸哦。一般冇酸，嘿，一般冇酸。好来，来，开始哦。1条，哇哦，老师们多爱啊！2条，3条，4条，7条。哦，小强老师精神都来了。对啊，按用力都没有啊，19秒的时间。19秒天。眼部向度哎。对啊，有可能。还满意吧？还可以啦，走的啦哈。好，那就恭喜2位了哈。来，唱酬。还有就是水从泰国还有你给小兰姐姐哈，不是各得一个红包啦，2组嘛。是没有。水从的水从，还有 V 同小兰姐姐最多，然后水从泰国来青虫哎。好来啊，这个游戏玩完了，哎呀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游戏了。来，听我来讲。哇，一模一样。7点哦。哎呦。星星，猜那一片。的饮料店。饮料店。阿周都读懂吗？事情。第3张男演。必输八九。你每轮呢派3V 中 B 啦哈，分组角色 T 点还有事情，佢哋要做表演啦哈。本台起来还有上组的乐团，啊结束以后咧，你嘅罗哥会喊抢答，你係用抢答嘅方式，他对一扎得1分，好嘛？好 ，OK。这个蛮好玩的，之前有玩过很多次了。之前有玩过。对，对，好来啊。OK，哎呦就开始咯，出题咯，来。第一题应该送分题啦。算係啊，冇清難啊，冇清難。好來。先本你嘅中 B 朋友嚟看一下哈。哎，看起來部分哦，事情 T 點還有角色咯。OK， 好，你鏡頭前嘅觀眾朋友們嚟看一下。
哦，安永，预备了哈。预备，那请小强老师。哇，一模一样。好，好来，地点。地点哦。哎呦，没走的地点了哈，知道了哈。好来，诗请，好来，下一页。哦，哇！香香阿姨有一个手势，睇起來要 control。對啊，雖然蠻模糊，但係有做一隻數嘅動作。第三隻較難團，其實佢當簡單表演啊，係咪？奇怪你嗱，你，等下嚟講，等下見，好啦。某一天永遠 control 來。係啊，好來，請搶答。喂，馬莎先。嘅恐龍偶像。恐龍偶像，來，角色那團。星星，猜那一片。星星是飲料店。飲料店。阿周都讀到乜事情？啱啲。對啊。大猩猩在飲料店，阿唔知發生乜事情，係嗎？哦，不是，是大猩猩還是小猩猩，還是老猩猩，還是年輕的猩猩？對啊，這是陷阱啊，這是陷阱。哦，啊，某就大猩猩哦。大猩猩啊，在飲料店，不知道幹嘛。嘿，好，那要不要再看一次？可以再看一次。好來，詩請，好來。好來，請講答。好來，維如。大猩猩在飲料店鬼畫符啊！哎，真的哎，黑不黑？真的很像鬼畫符，唔錯。真的有點像啊。唔錯。對啊，唔錯。哎，唔錯。好啦，那還要再搶嗎？啊？還有其他人嗎？先，來。在收金。收金。對。收金啊。收金幹嘛要用？哦，收驚一樣用啦，嘿，嘿，對啊，唔錯，答錯，好，來，安用就公布你嘅答案咯，哈，來，我來一次，來，好，來，請小強老師做一次我們第3個動作了哈，麻煩好，預備開始，哇，影帝帝啊，快點出來嘛，幹嘛？安尼知影無？哦，他想畫電線。安尼迄是閃電，無唔對啦。但是迄是閃電。你可以在動作有做一個閃電的動作。觸電的那種感覺，就慢慢出現，對吧？哎呦，你公布一下哦。好來。角色係大猩猩在飲料店觸電啦，恭喜恐龍偶像得到6分。好來，那我們角色我們要換一下了哈。你的親演技都角色，香香姐都T點，還有小蘭姐姐都詩情哦。聽一題，預備備啊！準備好了哈。好來，聽一題。來，搶款後，自家鋪分哈，上一下用版來做戲哈。你知影啊？你知影哈？你唔好一直點頭。伊知啦。我知啊。別再講出來，別再講出來啊！再講出來。演出來就好啊！好，你鏡頭前的觀眾朋友們看一下哦。哎呦 ，OK 啦。來，哎呀，有一些難呢。對總比來講咁貴。不容易啦，不容易。冇容易哦。冇容易嘿。好。好來。哎呦，麻煩小強老師來哦，下音樂。角色。哦，好來哦，沙雷，地點。哦，OK，我好像懂香香的邏輯。對，好了，好，沙雷，詩情。他前面很多假動作，
小兰姐姐，后来，好嘞，你还假动作懂懂呢？好嘞，你有钱准备懂懂。好，好呀，3个都表演完了哈。哎，我抢他喽。好来，请讲啦。喂，玛莎先。好像偶像先了。偶像先哈，来。魔术师。哎呦，魔术师猜那一片。飞机场。飞机场。对，该马吉啊，按讲。倒马吉。魔术师。体术师在飞机场倒马吉大起拔哦 ，OK， 好。安用佢應該有他對2分哦，角色還有事情倒馬吉，倒馬吉抽嘞，對，倒馬吉是對的，對。他前面預備動作好多啊，最後就被他猜到了。你在團抽嗎？其實青迷坤的出來啊，給青迷一張。其實倒馬吉，我以為種田呢，用那種哦，或是對啊，我挖到種田，有一隻痛的呀，哦，有啦，有啦，周起把影，有像啦，只是你那個動作有點，你講人家跳前的動作痛多了呀，有點所以假動作太多，混淆視聽。好來，哎呦，恐龍偶像先得了2分呢，聽一張好不好？第二個，聽一 V 個表演100，香香阿姨，好了，都來幾蓋了哈。哦，哎，好来，溜冰场哦，溜冰场哦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给懂人啊，懂人，然后 Let it go，Let it go，Don't Don't answer me anymore。对，唔錯。還有女兒團嘛？還有女兒團嘛？有些夾圈呢，有一些些夾圈呢。有人吃快樂嘛？夢啊就公布嘍。有嗎？我就要公布答案旅遊，滑雪場啦，係啦。安永就冇得分啦。由於恐龍偶像得2分啦。那我們這個角色地點事情再換一下，往前一下哦。所以香香姐都很難猜。好，來出題了，第3題。好了，我要出題了，來，搶快一下哈！事情起點還有角色。想想阿姨偷大虧，特別懂困難的哦。是誰呢？你應該很會做的吧？這個角色應該動作是很明顯、親民演的吧？比較好。比較在香香阿姨，她有 GV 有看過了。好來啊！好來，準備好了哈，寬進出來哦。好來，麻煩小剛老師。角色。很不會做的，很不會做的。這個可以。我好像沒有注會，還可以看得出來哈。哎呦，還不錯啊。賴文竹的話我不相信。好來，地點。起點。不是，你還蠻關鍵嘛？對。我覺得應該知道嘿。而且上好像那種夾的，你蠻意思。對啊。你還蠻意思。一看就知道沒有玩過這種東西。哎呀，可能不是高高兩種東西。不是高高，不是迄個兩個鐵縫啦。有可能，他可能沒看過。哦，沒有可能沒看過。哎，還是神明教他是這樣子做。有可能。因為神明可能是起教，會不會是這樣？對啊。對，不是那樣子的，交通工具不一樣。冇空用啦，冇空用。哎，給我看清楚了吧？對。好來，事情。差點事情，隨從大哥。哎呦！哦，順一周的咯。哎呦！還有豬哥行為哦。哎呦，今天不輸貴啊，還有豬哥行為哦。哎呦！好嘞，很厲害。他有沉浸式演技，是啊，方法演技派。好，安用3V 表演貼嘞哈。來，好來，請講啦。馬莎，因為恐龍偶像嗎？好像圍爐比較。比他強了。相撲。賽車場19追，你的意思是講相撲選手在賽車場19追，你還是鹹豬手？
吃酒醉，吃酒醉，确定不是咸猪手？没有，因为伟如喝酒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。啊，安永就恭喜陈明，你为什么看得出来小兰是开赛车？因为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在赛车场？他是想握方向盘，他是在握方向盘。赛车选手的幅度比较小，没有，你刚刚手是这样。他是甩尾的那种，头文字 D 的那种。哦，他这样开很早就出车祸，会翻车的，会翻车那种。他只能开45度哎。好了，安永就恭喜陈明，全部答对了。赛车场自己关不住，我觉得是我们刚刚提示给太多。应该那个赛车应该是坐上去以后有没有？应该就好，大概应该知道了哈。罗哥懂厉害呢，你是不是很想玩？啊，我不敢。生命重要。哦，对。哦，沙伦，你要抢总比移动一下哦。帮一下毕业哦。好来，麻烦3B。来，阿沙伦，你给罗哥继续出题哦。好来，关清楚7个部分哦。哎呦，这个也不一定。没难讲。有一个不好比。嘿。对。但也难讲，蛮期待看他怎么诠释的。好，第一哈，哎呦，奇怪先生，请有把握给敢讲。哎呦，小兰姐姐点头如捣蒜呢。意思是讲捐爱。听一集较无安好比。哎，听一集无安简单。较无安简单。好来。好，准备好了哦。准备好啊 ，OK， 好来。小康老师有请，Go set。哎呦，哈哈，好嘞，好，下來問T點。哎呦，T點。又19岁，所以从泰国他好有延续的那个，他就是刚刚喝酒醉，然后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。他真的很爱演哎。嘿啊。哦，他是像跟蛇丸一样，戏剧系，身材一样，很爱演。哎呀。哦。好来，下來問奇怪先生，思琴。哦。厉害。哦，我来看清楚的马萨请假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。好来，抢答。文竹要不要请假？文竹，来文竹。当机。然后呢？在那一片。在那个鬼屋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做嘛事情？扯铃。当机。在鬼屋扯铃，对，有这么扯的事情吗？是，对，比扯铃还扯。比扯铃还扯的事情就是扯铃，哎，对，就是全部文来文主，答对了。哎，这好扯哦，好扯哦。为什么鬼屋你看得出来？对啊，因为他强调。其实看得出来啦。哦，你不会。有比就不会啊。你迄地步都错。啊，基本黑到。哎呦，就恭喜来文主，恭喜！下来抢你的总比高分毕业了哦。麻烦。来，麦克风没有毕业哦。哎，李罗哥又来出题嘞。好，来出题了哈。哎呦，来呀！两岁从泰国没问题啦，他这么爱演，懂不演呢？嘿，真是没懂好教，应该嘿。对。懂不做戏啊？有训练有差。哎，他其他都亲有痴心哈。哦。哎呦，天衣怎么一难比哦？咩唔會啊？唔會嗎？佢有幾隻東西係你睇個人比出來，你就第一那一片啊，係嘛？好，來，好來。好，人角色開始，小健老師。哎，講全拖呢？全拖呢？好機車哦！哇，莊大哥。我們只有10秒鐘，嘿，好不好？跟熒幕冇咧，你就做唔得演咧。所以10秒鐘，我們主題曲已經唱完了。哎呀，沒有辦法讓你前戲做那麼多。哎 ，OK， 好。唔過懂清楚啦，我相信懂清楚。請回味哈。對，哎，懂厲害呢。厲害。懂厲害呢。對。哦。繼續謎語。哎呀，沙雷問T點。好嘞。
哦，对嘛？尤其在通州还有东西。厉害！几个欣赏没厉害哦。哇，第3个就难了。哦，有些难哦。沙鲁湾事情。好的。OK， 有点为难啊，亲演技，有些为难啊，嘿。其实呢，做没做得懂清楚啦，有可能他学昆懂。因为前一阵子也有一个动作很流行啊。你做出来，他抬起来就敌人。我做出来，不要，我知道，莫讲啊，做不得讲，嘿。哦，安用就会来团咯，抢他咯。哎呀，预备，抢他！哎。围炉。指挥家在厨房做下应援就是那个应援是什么？啦啦队哦，啦啦队哦，在跳啦啦队，跳啦啦队。嘿么？你那种指挥家在做下跳啦啦队，对，黑俩意思吗？嘿，哦，跳啦啦队你是怎么感觉的？因为他不会那个炸裂，他不会炸裂，但是他怎么之类的哦，加油，跟手下欣赏要加油。刚刚先跳得很漂亮啊，是吗？来跳一次来。炸裂，分子好。哎呀，你看上半身就可以了，你为什么眼睛要跑下来？来，静媛姐，你来教静媛姐跳。来，跳一下，其实给他通走一跳就敌了。上下松下，有嘞，有些冲死柴。对，等下用赛车场。安永珠、恭喜陈皮全部答对了。还有那个三正舞啊，三正舞不是也很厉害？哦，哇！可是我比较想看萱萱跳，因为你的表情让我不行。萱萱来，三正舞，来，三正舞，来，妈妈老师，没做对。嘿么，安永真很强啊！罗哥是哦，罗哥，对啊，年轻真好。哦，安永就，分数统计出来了，比起来哈，踢普分，比等下水虫还有文组得到3分。青眼姐还有一群得到2分，香香姐姐跟恐龙得到7分，小兰还有 V 得到6分，这个欣赏有先的5分呐，2分。哎呀，你的单眼跟累计分数加起来，水虫还有文组得到10分，青眼还有一群得到7分，香香还有恐龙得到12分，小兰还有 V 得到18分，这个欣赏有先得到5分，提名的那个小兰。有力哦！恭喜！哎呦，你还有，你今年真的会大红大紫，已经得好几次了，我靠！他刚穿红内裤以后超红的，他每一条都红的。他是粉红的吧？哎呀，pink，啊 Barbie 哎。对啊，要告他还有加分题哦，还有加分题哦，还有红包后拿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三楼要进行加分题。好嘞，小强老师告胜。哪一片？好了，抢答。哎呦，好了，小兰，消防旗。哦，消防旗啊。哦。啊 ，T 点是哪一片 ？D 哪一片？在大操场。大操场啊。好，大操场好。喝酒醉。喝酒醉。我们刚刚表演的这么精彩。你的表演都清后呢。你竟然一个都没有答对的。对。哦，沙雷金行加分题。加分题。你的装逼朋友啊，他对一扎就一扎红包哦。因为重阳节咩？对啊，就要问到穿到那个零用钱有嘛？好，来，先来出题咯。好嘞。马上来出题，看清楚自家表演的部分哦。你的观众朋友们看一下。哎呦，亲油痴心哦，来稳住。马上，
啊，角色。哦，迄走马条路诶，看一下哈，想一下哈。哦，这个时间好长哦。嘿，对呀，对呀，10秒钟而已。好，来地点来。沙雷起点。哦，你就起点，看得出来伊咧做嘛该冇。好来，T3就事情。事情。哎呦，哎呦，要懂清楚哦，伊咧做嘛事情。哦，各位总比朋友看一下，佢哋做的通做嚟睇一下角色起點係有事情哦。咁你要搶他啦，好冇？好嚟，搶他。好嚟，提過先生，提過先生嚟。箭頭那麼誒？箭頭那麼誒？箭頭那麼誒？阿弟那片。都誒。佢哋做嘛？佢哋做嘛？啊，佢哋做嘛？都個運動場。運動場。那個要講嘅很多。集中式，運動嘅體房係嘛？運動嘅體房，我罰錢呀，唔是罰錢嘅。誒，應該唔是一般，唔是罰錢啦。有的嘅體房我會罰錢哦，有的地方唔是罰錢。誒，我會罰錢嘅體房。健身房，健身房哈。啊，做乜事情？都打紙炮誒。打紙炮誒。哎呦。哦，箭頭那麼在健身房打紙炮誒嘛？哎呦，很前那麼。有，厲害哦！你看這個裝備好厲害。體會欣賞全部他對嘅。哇，公益3都對。哎，厲害！哎呦，厲害呢！佢哋咩表演都清楚哈。沙雷，其他加油了哈。哎，全部日本的體會欣賞一下他對了。沙雷聽一題，我也有搶羅哥了。羅哥，請到角色裡就位一下。好來，那麻煩你。來，T點係來穩住，事情係彭一軍。好嘞，好，我來表演啊。哇，這個哇，哎呀，這人冇年紀嘅人可能唔知呢。係冇，都好有年紀嘅朋友來看一下，應該知哦。看清楚嗎？哦，這個你冇問題吧？你這個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應該可以。你嘅觀眾朋友應該沒有看過哈。依然啊，好 ，OK 咯。按用 N 里就搶小強老師角色。哎，是沒有時間，羅先生。有些聽到，還有聲音呢。你好忙啊，你好忙啦。OK。哦，沙雷波 T 點。第哪一片？來穩住第哪一片？今日通眾應該看得出來第哪一片咯。好，沙雷彭一軍，事情。懂清楚。剛剛小強老師還補了一個音樂。哦，嘛該。對啊。哦。新開嘅通走啦，哈。按你點嘛？按用點嘛？我搶他咯。冇看過唔會吧？福卡有天使吧？你還是人太才會看客家節目。不是，他們在等着請講答。哦，請講答，好，好來搶答。哎呦。好來，小蘭，角色黑滿意。角色黑馬啥？消防旗。哦，消防旗啊。消防旗哦。啊 ，T 點係哪一片？第哪一片？在大操場。大操場，哈。哦，大操場，好 ，OK。喝酒醉。喝酒醉。對，喝酒醉。對，等他。超棒。等他。倆是在。你很厲害哎。對啊。對啊，我們剛表演得這麼精彩。你表演都清楚呢。你竟然一個都沒有答對呢。對啊，咁有其他嘅 N 的總比朋友我試看下冇？有誰知道的？好來。對，清源姐，角色。麥克風。一個醉漢。醉漢。我剛我。醉漢。好，醉漢。阿弟那一片。在潛水。在潛水哦。潛水，然後抽筋。抽筋哦。抽筋。
醉汉在潜水，然后抽筋，它是有逻辑性的。哎，不错，也不错。醉汉对，就喝醉掉到水里。我这个人物很爱潜水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很爱潜水，他喜欢大自然的东西，对。张哥100吗？还要再一次吗？还要再一次吗？台下个可以。哎呦，好来，我想来，香香有机会啊，一起像，一起像。麦克风丢了。金门王啦。金门王哦，你够厉害啦，金门王。来，做伙，小酒啉一杯，好大啦。金门王啦，好大啦。金门王爹做啥？做啥？底大。花啦，咧杯啊。杯啊，对，都一家也在杯。滑翔。滑翔翼啊，是。滑翔翼啊。你讲你在杯滑翔翼啊？滑翔翼啊。天空滑翔。天空滑翔。天空滑翔。哦。你是讲在飞行场吗？哎，对啊。哦，飞行场。飞行场。创啥？做什么代志？哎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伊伫遐按摩啦。按摩哪里？脚底按摩是吧？是不？金门王在滑翔场脚底按摩，是安内吗？恭喜香香阿姨答对一题。哎呦，脚底按摩答对了，恭喜啦！哎，其实罗哥演得很像呢，张飞哥，龙兄虎弟的飞哥。不是有演无演的哦？哎，不是呢。我都爱张飞。哎，啊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啦啦。按情处，哎，你看，飞行场也有点像，他在飞机上面。我跟你讲，飞机上面一个人哦，真的不能离开太久。真的哦。对啊。我记唔得。飞哥，他家记唔得了。对啊。英国都有看过啊，张飞嘛，嘿嘛。以前3台时期多红啊，奇怪，对啊。吼，3回合来，吉娜麻烦你。我爱，麻烦。耶。还有梁先生，可能2下。哦，这个也不好比哦。对啊，有一个很好比而已。来看一下，不好比很简单吧？还想一下哎。好哦，来了，可以了哈。好来，小康老师麻烦。不是你那个有点像大猩猩呢，昂头受伤。OK， 好，经典动作没有比出来。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地点来。我很像，但是会错意。哎，好了，诗情来。好，应该表演出来了嘛？有表演的嘞。好，来，5位请抢答。哎呦，好了，水桶太公。麦克风。哈又唔记得哦，李小龙。李小龙的那一片做嘛事情？在火车上。他做嘛事情？火车上，他刚刚是。拉小提琴。有像吗？又不太像啊，小提琴哈。小提琴拉小提琴，所以李小龙在火车上拉小提琴。哦，错啊，唔错。恭喜答对了。水桶太公公腔嘞。因为我以前是开火车的。哦，赞。动力会的哦，有重伤的本来你水桶太公一下。好了，第4回合啦。沙雷，廖爱婷。来，廖爱婷我有抢到。义军。义军。董演有来奏乐预备备，那个小康老师，小康老师麻烦了，小康老师又出来了，你就给出了有平呢，我觉得，你看，衣服没有拿到，哎呀，小康老师，伞没拿到，小康老师我得给提点，你想要比呢？我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感觉上都可以。哦，那第2个比较难给你。好，
这个地方哦，哎呀，我比较少去了。对啊，那你可以的话，那都可以吗？周队，本来表演哦，周队。对，一群都角色，啊，地点本来的小康老师，地点啊，文组猜诗情两篇。哦，哎，小康老师懂不会表演呢？啊，对，好来，好，完了，小康老师你上来，谁放音乐？啊，可以，小康老师，小康老师随时可以取代啊。可以。那所以没，所以每一次放音乐的时候，你都在那边假装那样子。没有啦，我有放啦。后面那个是音效师哦，他是假键盘手，他是音效师，收音号，你看按到音号，你看小康老师冇锤啊，看用锤啊。对，还是很厉害。我们一个音乐，一个音效嘛。哎。一个负责技术，一个负责帅，这样子。谁负责帅？我想问一下，谁负责帅？我啊，看不清楚哎。我。对，好来。好，来出题了，拿出一部角色，麻烦音乐。还蛮看题目。哦，还蛮看啦。不要看蛮。哦，我还以为小康老师看过。你刚刚是小康老师选而已。哦，你的观众朋友可以哈哦。哎，我这个角色都难呢。我跟你讲，简单到。我一个人可以表演3个。哦，等一下麻烦你。试试看，等一下麻烦你。你既然自己要 cue 自己的话，没关系，先一个一个来。先一个来。等下，你再集结一下。懂简单。我知道用彭一群的面或者表演俩 AV 有一些困难，系吗？对。加个用的表演有些困难。对。好了，角色麻烦。角色。OK 啊，来地点可以啊，来宾，嘿，他会抓重点，不是，这个颜值担心很会抓重点。我是怕这些老人家会想歪，对啊。好了，杀来，诗情，来我们主动嘛，诗情。声音哦 ，OK， 好，哎，做对了，几做对了，不错，对，那表演太嘞，众宾朋友全部一片茫然呢。猜一个也可以啊。好来，小兰，钓鱼，哪一个？你要团骂啥？那个踢啥？钓鱼，那个钓鱼，别角色呢？角色钓鱼。那是事情。哦，事情。钓鱼角色是人物。黑啥？黑啥人？蛇形刁手有吗？哦，蛇形。其他可能。啊，T 点呢？你喜欢团吗？基地那片。在那个打地洞。打地洞，迄唔错。不过Andy只要讲俩就T缝，迄嘛个T缝。杨丽仪，像衣服啊，也嘛个会在工地。哦，工地。阿基在做嘛事情？几条哈？你看，翻跟斗，翻跟斗有一只翻跟斗，迄两种技术的其中一项。有一种比赛，我团看啊嘛，其他来，徐总泰国。事情啊，他是在挑水哦，你挑水做哦，他在空中做三回圈，是不是？挑水哦。哇，你真白翻了。那第一个人家烦了，按照体操表演。哦，做体操表演那个。哦，体操表演。哎呦，想想阿姨立马知哦。第一个像。哈？忍者。第一个有像 ninja。有像哎。你先来恭喜小兰姐，她对嘞公鸡哦。哎呦，水手进来，也做迄个眼镜蛇。哦，敢那嘛唔对呢？对啊。唔对呢，不过事情要他对嘞吼，水从泰国做体操他对嘞。用啥队伍在做风暴？给你，好来。你的角色，我觉得角色他再演一遍也是很困难。不是，没有。对，你的总比朋友。这几个小康老师他说3个都。这几个老人家猜对，应该是要给表演的人红包，知道吗？因为你表演太好，那个心里有一个难处。你等一下，如果3个都表演，给你2个，好不好？好。
颜值担心，好吧？不用。你刚刚说你3个都一个人可以表演3个。没有，那是我。没有，我们都有录下来。对。录影存证，我在这边不能随便乱说话。你要几秒？好，哦，你把连续放下去就好了。好了。事情来。没有人这样跳的啦。有啦，谁？有啦，就是你准备要跳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好像不太对，你那个是走那个叫什么？平衡木，平衡木啊，对啊。平衡木翻过来啊。以后跳上去平衡木。好。刚学平衡木的人呐。哎呦，小康老师厉害。还有嘛，懂力。有嘛？哦，不明年穿台前。哎呀，什么年？穿台前啊！孟达赵师傅哈。好，师傅哈。好了，那我要公布正确答案。沈玉琳呐，有一个节目主持人，沈玉琳，咱好亮点就他对了哈，在工体还有做体操，OK， 好，好了，还有风暴来继续，好了，第5位了，谢谢小刚老师，我们赌神，来，你可以跳体操回去吗？跳体操回去，有小 K 老师听说有他的2把手，对不对？他真的被颜值担心哦。林富凯，我是小 K 老师，真的是被音乐耽误的这个综艺咖。哈，他没有被耽误啊。对啊。他还是有出现哈。里面有出现啊，黑啊。来，国凯老师来。林国凯老师抢到 TW 的角色了啊。OK， 来，你的恐龙到地点，轩到事情。好来，请你的罗哥出题哦。好来，我要出题了。好来，出题嘞。你来亲谜题了哦，你各位中批本，有人拿红包，就会趁这一次了啊。这个好好表演哦。董后团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角色小 K 老师。角色。这是什么？这有点过了，太过了。狙击手嘛。太过了吧？对啊。好，角色啊，地点，好来。T 点。小 K 老师。你在一只梯缝他妈的东西，跟你讲哦。好来，事情，做嘛事情？哎呦，样子。英国他看得出来哈。英国生表演的懂清楚。好来。第一位我觉得真的。对，5位老师们好，请抢答。好来，有吗？香香阿姨，来，一起像。搬运工。搬运工。搬运工哦，搬运工都被安内哦。伊伫对。搬运工伫对。要记一个呢？伊头都要烫鞋啊。鞋烫条布。有无？伊伫迄落啦。在打石头啦，打石头，迄是什么所在？迄是什么所在？按摩啦，按摩迄是叫什么？公内底拢有的啊，公内底啊。行迄落叫啥？伊叫什么名？行迄哦，系啊，天堂路啦，天堂路啦，天堂路是做兵的啦，天堂路是用白的啦，迄是要你身体好的啦，身体好的迄叫是石头路咩？啊，石头路啊，石头路啦，石头路人行迄啊。谢力啦，脚踏实地。其实他的意思对了，他无法确切形容出来。对。阿姨的做什么代志？伊都在做什么代？高尔夫球。打高尔夫球对吧？哦，你够厉害啦！搬运工，脚踏石头，打高尔夫球，是哦。地点没有办法再更准确了。地点哦，伊叫做什么步道？健康步道啦。健康步道啦。这个答对2题，恭喜你啊！这个角色
角色第一个要不要再表演一次？好来，你可以准确一点的表演吗？可以换啊。林古塔老师，你可以换，好来。小刚老师来，好。谢谢啊。卖口香糖对不对？口香糖，锁定目标口香糖。小刚老师说你是在卖口香糖啊？啊？哎，两家角色哈，蔡年样旁底部都非常多啦，旁边就那么多可以参考，你在演什么啦？你可以换小的啊，你不一定要大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小的来，小刚老师来。小刚老师，小的很像相机。对呀。这样变态痴汉，对呀，真的是让人颜值担心。小的也叫那个名字，大的也是这样尊称。啊，有人看得出来吗？对，看得出来，你做嘛？摄影师，你看得出来嘞。哎，亲眼这没有送一个红包吗？送一个。对。哦，这种酸哈。好了，谢谢国凯老师。今天。让我们失望了。对啊。说到颜值担心不高兴。对，你真的让人家担心了。哦，什么太极啊？今日好教嘛？你的各位装逼朋友。好教啦，好教哈。哎，太极要天空啊哈。哎，非常多产业的哈，平爱的安救，高2点人钟呢。哎呀，没辛苦的事情呢。哎呀，多辛苦啊。对呀。还有风包好拿哦。还有风包好拿，哎呦，太搞我太捧太子哦。还被我们发掘明日之星哎，所以从泰国懂了周一。对呀。还有谢谢还有上海朋友啦哦。对啊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哈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大家都一样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好唱歌的朋友积极来报名啊！积极打电话落去69667人等待积极打电话。好，哎，去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啦哈，多谢安尼，5米装逼，装逼朋友，99重阳节快乐，快乐天空，什么嘞？还有上海朋友，新年幸福。好，谢谢我们各位颜值担心的小康大乐队老师们，阿子生，什么天中总共你阿子生辛苦嘞！好，祝大家重阳节快乐哦！下礼拜我们记得咯，一定要准时收看的老年大擂台。